真侪人会趁误一节病厝内。花莲所有民众洗便所的时，摕漂白水淋盐酸，全中毒送病院急救。医生表示，漂白水甲盐酸相沾会产生氯气，咱人若使伤济，会造成肺部发炎、挂水，提醒民众要爱注意。花莲主治病院急诊室最近有10外件个案，拢是病出来时阵，同时使用漂白水加盐酸清洁浴巾啊。结果这2种融合了后，不出大量擦边气味，数值了后呼吸衰竭，送医急救，结果就是氯中毒。主要是这2个礼拜就发现有比较多一些，大概有5到10名吧。过去几乎很少在平日这一阵子可能确诊过后。他就想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清扫，这样子。上夜花莲人表示，原本就是盐酸加漂白水用清洁照顾加消毒环境，不过化学老师表示，2种加做伙效果无较好，爱避免氯产生，上好所的清洁剂拢分开使用。混合在一起用，它功能并不会加成啊，然后它会有一些化学的侧反应，然后反而会危险。假设如果要漂白，那就单单用次氯酸钠就行了。如果要清除那个尿垢或者是那个碳酸钙的水垢等那可能用盐酸，单独用盐酸。好在在上夜个案拢无生命危险，伊所提醒民众用清洁剂时阵，若目睭擦痛、喘气困难一直加扫，都可能是氯中毒，应该马上离开污染空间，将目睭皮肤伫外口的所在冲水，赶紧去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